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日本就全国发生规模7.6个大地震了后，一直有地震尾。经过台湾驻台办办事处的确认，目前台湾的旅行团留伫咧灾区有18团，547个人，拢正平安。今仔日预估有3团，总共93个会回来台湾。下晡已经有旅客顺利回来到桃园机场咯。这旅客也拢讲，想起地震，有关心惊惊。来。回来台湾，心情总算会当放轻松。经过日本石川县的大地震，初二下晡已经有地震了后，头一批的旅客照原地飞轮机的时间，顺利搭中央航空为小熊机场回来台湾。觉得蛮可怕的。那时候在游览车上面，准备要下车，然后刚好就是听到手机的警报，就摇了很大力这样子。整个房子都在摇啊。我就是很怕，真的很怕。公车什么都停驶了，然后就只能坐计程车去那个车站，然后高速公路也上不去。库拉里游伫北陆当地有旅行团5团，其中已经回来台湾的有32个人，也那其他4个团伫确定当地风景区饭店、甲餐厅安全无问题前提之下，继续旅游的行程。那这4团嘛，伫初3回来台湾。还留置在当地的还有4团的116人，陆续会从明天的下午的班机会返抵我们。那最晚预计是在明天的晚间，大概是9点50左右。同款受到地震影响的，也有灿星的旅行团，因为航班互取消，有2团的旅客调伫当地，这2天会住伫新社的饭店。初2早起导游带旅客去新社集合。按算初3会去仙台机场搭飞轮机回国。根据外交部掌握的资料，咱国有4间旅行社，伫北陆迄块地有旅行团，拢总有18个团，547个人，其中乡西旅游有8团，200多人占上济。因的行程拢无经过灾区，团员嘛拢平安。另外有21个自由行的，原地按算初1为新社搭飞轮机回来台湾，不过因为机场关起来，所以暂时留伫机场。也那外交部嘛有收到消息。有一个女性的侨胞调伫灾区，不过经过协助，目前已经去避难所安置啊。这位受困的侨胞其实我们的驻大阪办事处已经取得联系，并已经提供协助。地震了后的第一时间，新社机场就关起来，因为新社是有甲台湾虎航合作营运的航点。虎航表示，因为初1取消航班，所以无法度回来台湾的旅客，目前已经提供选择公司附近其他的航点，互因回来台湾。另外，因为新社机场地区的警报已经解除，会当继续营运。按算初5为桃园要去新社的机抓，会当正常起飞。记者综合报道。初2早起有2只中国拖船走入去高乱皮东方海域，互咱的海巡人员广播处理。不过因说是无啥爱走，讲什么风影伤过大，甚至甲咱的海巡人员呛声。这1个月左右呢，已经有3届走入去咱的领海咯。大选进前，毋但有这军机军舰一直来扰乱，也有空飘气球。国防部初2公布有2粒空飘气球，其中1粒阁飞过台湾本岛的天顶。现在前面风太大了，我现在只能这样慢慢走了。我现在正在走啊。依中华民国的法律，贵船就是不能进来限制水域。初2透早2只中国拖船撞入来台湾的领海，搁驶到五乱皮东平3-4海里的所在，海巡派舰艇去甲管理。不过对方率用海上载理由来拖延。其实这只中国籍领海拖500的人，若看年期间去互发现，去年10月底出入人数经过限制水域和海巡处理的时阵，搁甲咱呛住。这个是中国领土啊，不是你台湾的领土。根据中华民国法令，你不能在这边。你滚一边去！谁跟你中国领土啊？你算老几呀？海巡署讲，自从发现领海拖500甲远行2只拖船入来限制水域了后，已经和国防部保持联系，全程监控，用广播处理。中国直直侵扰台湾，大选进程嘛无休困。毋但军机舰还有空飘气球，国防部初2公布讲，侦查到2粒中国气球，其中有1粒直接飞出飞过台湾本岛天顶。气球的高度大概3万英尺以上，也就是1万公尺左右。但它又不像是大型气球，所以它不能搭载军事的一些仪器或设备，应该就是探空气球所使用的，所以就是用来表达一个就是类似政治讯号的一个手段。苏志荣讲，虽然按管道顶方面来研判，这届气球并不是军事的用途，不过无排除中国最近利用气球甲拖船来进行普适地带作战，主要是想要来完成合作效果。
那国军最近拢有发布火箭气球的动态，表示讲咱台湾拢有咧严格监控中国军队的动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选的新闻，这民众党郭文哲今开始全台湾车队扫街拜票，也强调含国民党无通参详，批评国民党已经是中国支持的人选。不过还有记也批评郭文哲唔通改抹红，而且呼吁这支持者选票爱一党，才会当政党轮替。另外，这民进党的赖清德呢，今仔去到云林家己辅选，针对进前讲到这宪法是灾难的讲法，今仔是特别强调，硬甲中华民国宪法9字强势化，这是真正危险。政党轮替，众望所归。选战最后阶段开始录制，民众党郭文哲再去甲副手吴欣盈分路展开全台车队拜票有关选情。对侯友宜提出，当初人白合签署6点协议也有效，选后一定会成立联合政府讲法。郭文哲颠倒口西，请国民党先了解，即马到底是谁在做决定？先国民党先搞清楚，到底现在国民党是谁在做决定的？那个朱立伦不是说坚壁清野吗？那侯友又跑出来这个讲这种话。现在是跟国民党还有得谈吗？没得谈的，要谈什么？这已经是中共支持的人来谈什么？柯文哲，你不爱物件吼，卖个蛋对拄啊加来啦。你会记那清德甲你抹红的时阵，你讲那清德白插话狂讲，啊，即摆你煞咧用这来抹红我。啊！你毋是含那清德拢共款。像郭文哲家己无介意的卖言送互别人卖抹红，国民党侯友宜到台南拜票，抢攻南部的选票，对封关民调有小可输气。侯友宜爱支持者集中选票，甲票投互在野上强的候选人，才当完成政党轮替。民进党赖清德嘛抓准时间到家己辅选立委，进前宪法灾难这个讲法引起议论。赖清德搁再讲，甲中华民国宪法变作9字强势，这才是真正有危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定义9·2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台湾1国2制的方案。在这种状况之下，硬是要把中华民国宪法9·2共识化，这个才是真正的危险。对赵少康伫副手辩论会一直攻击万里的旧厝这个争议，赖清德应讲已经交予律师处理，交付公益信托被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总统人选看煞，咱来讲到这个副总统的人选，这电视辩论会已经结束。郭欣盈认为家己的辩论表现是第1名，也那赵少康是伫咧辩论会顶头有讲到美国歌手泰勒斯惊台湾会烧钱，才无要来台湾表演。另外，民进党萧美琴是含教育团体交流，讲到校园安全、反霸凌、反毒品，拢需要积极来面对，而且爱下部会来检讨治安的时间。新北国中发生挂暗棍的案件，互校园安全引起关注。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甲家长，也有教育团体代表做交流，讲到校园安全，包括反霸凌、反毒，拢需要积极来面对，而且下部会检讨治安的时间。毒品扩张的速度以及这个年龄往下，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很积极去面对、去反制的问题哦。那当然，校园内外如果有治安的死角，也是我们现在行政院也希望能够跨部会。针对国民党赵少康初一伫辩论会顶讲讲，去年伊捌邀请美国天后 Taylor 来台湾表演，不过因为惊台湾会烧钱，落尾手是无达成。文化部批评讲这并不是事实。高雄市府疫情了后，都邀请真侪组国际天团甲艺人，演唱会经济大爆发。不过赵少康也是讲出伊进前记者的过程。我讲的都是实话哦。这文化部怎么知道呢？他有联络吗？哦，他有这张表吗？到底他的是整个的行程表？如果要看我手机上都有这个来往的记录啊。没有道理你就少讲话，长久一点比较好啊。副总统辩论会煞过，根据 TVBS 民调中心公布的民调，民进党萧美琴的表现是以40%摕到第1名，国民党赵少康31%，民众党吴欣盈是7%。不过吴欣盈讲，伊辩论的表现是第1名。我是有回答所有的问题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好好仔细听。而且我觉得从网络媒体的评比的话，我相信我们是 No.1。昨天的辩论我是第1名的。郭文哲嘛替伊讲话。讲吴欣盈表现是真稳，因为吴欣盈是针对赵少康甲萧美琴，讲伊面对退休金的问题时阵，因回答的是长照甲托幼，因为选民会当看得出来到底谁有做功课，会当提出具体方案。记者综合报道。
赛车双手换hand道路，一切才会平安无事。今早起呢，这10点外伫新北市中和发生一桩弄自火车祸，是一名姓洪的查甫人驶火车去弄到伫咧等红灯的4台轿车。司机表示讲，是因为伊哪赛车哪食便当，滴落落去才压落去桥，落尾才来发生车祸的。汽车伫交叉路口等红灯，一只白货车驶我阁无减速，直接对轿车后斗甲浸落去，一台弄一台，头前的4只车拢总受灾殃。这只受害的运输轿车后斗规个变形，车头阁照害去，阁有这只红龙的旅行车，因因挂翘起来，结果车内的人有4个受伤，也是人艰苦。红龙就嘣一声就无声，直接追撞迄台是最严重。是讲伊的车是拢猫了，有人受伤啊，救护车都把人载走。5只车煞接龙的事故发生在新北市中和中山路2段福祥路口。35岁姓洪的司机，初二早起10点外驶火车要送货，伊甲警方讲，伊迄阵车哪驶哪咧食鸡腿便当，食到一半拄落落去，赶紧压头要扣除，煞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穿检时东西。殊未注意前方路口红灯，追撞同向前方内侧车道，停等红灯之4辆车辆。大汉话统计，新北市去年的交通事故超过38000件。虽然因单百奖，不过和这摆同款，有真侪是因为分心驾驶来失事。容易造成分心的驾驶行为，例如开车时吃便当、泡面、捡手机或东张西望等等，都会产生行车安全上的疑虑。食饭、播分、唱歌、耍手机啊，甚至是开讲，拢有可能影响专注力。赛车上路着注心，一心多用真惊心。发生事故是人伤心，大家赛车爱说理哦。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竹北有一个特色公园，去年4月完工开放了后，囡仔去到遐佚佗，因为伤过欢喜，耍甲嘎嘎叫。附近的居民就伫咧骂讲安尼伤过吵，甚至有布条啊抗议，要求公园爱刷走。县政府经过协调，有达成共识，会伫咧公园的游戏区设门禁，缩短这开放时间，也按分贝侦测器。若准伤过大声，就出现走马灯，提醒家长就要注意，唔通伤过大声。家长趁假日带囡仔来公园佚佗，囡仔耍甲真欢喜。不过囡仔的声音却是造成大地附近民众未少困扰，甚至各地社区门口挂抗议布条，要求甲公园刷走，也引起民众无共款的声音。这时候会很吵吗？不会啦，他就人多才会吵。哦，都小朋友比较多。因为它有些设计其实。你看，像那些传声筒的话，那毕竟是你要喊了才会听得到，另外一边才会听得到。可能当初设计这个构想的话，可能当初设计的人看他没有想到。我在住家那边，其实你会发现那边路真的蛮小的。小朋友如果一多玩起来，我相信应该是有一定的音量啦。针对附近民众的反应，县府派人到现场了解，经过协调，尾仔设一个120公分悬的围栅，针对这个公园做出时间上的管制。把增加侦测声音大小机器，只要超过分贝限制，就出现走马灯，提醒家长要注意囡仔的音量。缩短开放的时间，从上午10点到晚上8点，并配合熄灯，围栏民进管制，落实游戏场开放的时间的管制。那园区亦增设夜间跑马灯及分贝侦测器，以提醒民众注意音量。新竹县政府表示，依照噪音管制标准，公园规定日时袂使超过55分贝，暗时是45分贝。县府指出，未来公园的开放时间会提早到暗时8点就关起来，也希望大家互相体谅，做伙维护生活品质。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有民众去到高雄大树一大路营区，发现业者收真侪人客来这看这下年的烟火。伫数这路营区内面是招人，而且内面的环境啦、设备拢含宣传相片差真侪。高雄市观光局接到通报了后去查，发现业者根本就无牌，而且是非法经营。稽查了后会照规定甲因开罚单。规排布棚加上汽车，看落是真下。另外一区虽然较宽，不过有真侪红狗遐。有人放假，甲根本就困袂去。有民众上网控诉讲，下年伊去高雄大树某一个营区露营，煞拄着人数超棚等等的问题，伊是规巴都火。
银主他就是像我现场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如果你们不愿意的话，我可以退费，全额退费给你们，我还可以马上收人进来。后面我们不是停了车子吗？那边本来他叫我们全部的车子全部移走，他还要再收账进来。伫野区看下年宴会，游客是叉叉叉。不过有游客怨叹讲，这野区现场看到是排真久，甲宣传的相片是差真济。不过伊专工为大众来到遮，顾不理将敢若会当伫遮住眠，而且佫拄到疫情下变数甲水无够等等的问题，这个业者可能是非法经营。不过，初日下晡去露营的民众认为讲，这问题并无大。没有啊，我们没有要改变啊。我们是违规啦，不要说我们是违法。他们那个地方只是临时而已啦，餐厅那边是合法的、他那边我们就是本来就是农地嘛，农地搭档这样子而已啊。业者便讲，敢若是违规尔。不过，观光局讲，这个业者营区是属于一般农业区，特定目的事业用地，并无申请设露营区的登记，所以袂当露营。最近会稽查，而且按规定来处分。也若这已经毋是头一个非法经营的露营区。救援的人员伫钓鱼池内底咧搜救，伫苗栗岛南一个无登记的营区，下年发生一对爸仔囝伫遮渡水死亡的事故，互县长将当今下令，要求苗栗县的业者伫期限内爱做登记，若无会严格处理来裁罚。即马露营当时行，嘛互各地露营区是朝朝拢人阵。地方政府若是无严格管理，恐惊会造成更较侪乱象。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石川伫咧元旦发生规模7.6个大地震，伫石川县的志贺核电厂，约过100公里外，也是世界上上界大核电厂。新潟县的北加艾武核电厂拢传出灾情，有一寡用过燃料伫冷却水，因为这地震规个拢抓出来，也引起外界伫咧烦恼讲抓出来会造成污染。日本原能会表示讲，这核电厂附近的辐射值目前是无出现问题。1月7日，日本石川县发生规模7.6个强烈地震，震央附近的核电厂运作引起各界关心。志賀原子力発電所をはじめ、原子力発電所については現時点で異常がないことが確認をされております。进前天运也未启用的志贺核电厂，捌出现变压器故障事件，复加再处理完无要紧。那新潟县博奇一宇核电厂嘛传出使用过的燃料池冷却水有溢出来。那用过燃料棒本身，它在这一次的地震其实并没有受损，当然也不会有一些高放射性的分裂产物，因此而被释出。外溢的水有没有跑到环境里面去？那我们目前的了解其实并没有哈。所以这两个机场，因为它都是停止，不是运转中，所以其实风险是已经比较小了。有可能会担心的是，当它水溢出之后呢，也许燃料棒无法冷却，那燃料棒就会出了这个问题。博奇一宇核电厂是全球上界大的核电厂。2021年3月大地震了后，全面停运，一直到顶个月27解禁。结果无几天又搁发生强烈地震，互停开的时间出现变数。毋过有学者认为，这个地震所造成的核电厂影响，那比起3月地震来看，加较轻。311那时候是因为它冷却没有办法执行，所以后来发生炉心熔毁，所以里面的那些分裂产物啊、放射性物质就被释出来。燃料棒表面原来存在了一些具有放射性的腐蚀产物，那它会溶于水，这个量其实都很低。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公布，互地震影响区域的核电厂，拢无发现辐射有各样，目前对环境无影响。南方核安会是强调，会持续关心日本后续核子设施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南韩上界大的在野党党魁李在明，今早起伫咧釜山走行程的时阵，说互一个查甫人摕武器攻击到暗棍，随倒伫护骹是流真侪血。加在送到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这嫌犯是有抓到，不过针对到这犯案动机，一句拢无别讲。地震电来行进程，南韩共同民主党党主席李在明，初二早起去釜山访问中途，煞有一个查甫人雄雄行过来，手举30公分长的凶器，直接攻击伊的倒暗棍。李在明随时受伤倒伫涂骹，空喙流血不止。대표님 괜찮으세요? 现场的人随时甲指挥急救，
1点钟内就用救护车甲直升机甲送去富山大学病院治疗。根据韩媒报道，李在明送医过程意识清醒，性命状况良好，空吹大概1公分宽，目前已经顺利提验好势。不过哪像上条红军来证明，忧心会造成大出血，煞接用直升机转送首尔大学病院做手术。 기사님들 좀 빠져주세요. 기사님들 빠져주세요. 攻击事件发生时间是南韩早起10点半左右。李在明当接受媒体访问时，当要行去坐车的时阵，就被攻击。凶犯头抵李在明后援会头军，拄红了的时阵，搁咧滚量。推测是伊假影要讨签名趁机会攻击。目前，这个60几个查甫人，当咧富山公司警局接受调查，按过全程行驶点水管，行凶的动机搁无法度确认。 李在明原本的计划是访问富山嘉德岛新机场用地了后，就要去庆尚南道甲前总统文在寅见面。因为发生事故，行程已经取消。这个事件嘛引起朝野谴责。总统尹锡悦下令相关部门赶紧调查，承诺会提供李在明医疗资源。公视新闻牛眼编译。 以下冲突战火不停，加沙地区民众是有路无主。2024年一教着囡仔下湾，讲因上届大的愿望是也会当活咧回去因兜。不过经过3个月战火吞大，加沙地区欠物资，人就食袂饱，何况是动物咧？伫咧加沙南部有一间动物园，内面的动物开始死亡，就算活咧只剩一口气尔。 三比八的高山啊，目睭爬袂紧，嘛无法度家己食物件。 好心人当咧饲伊食物件。加沙南部拉法的这间动物园最近收留真侪难民。动物园讲，连人都无够食，动物更较免讲。目前已经有4只狗饿死，第5只嘛破病啊。حتى تستطيع أن تستمر في الحياة. فما بالكم الإنسان؟ نحن أمام مشهد الآن مشهد قرد يحتضر. من قلة الطعام وشاهدتم عملية إطعامه باليد يعني ولا يستطيع أن يتناول طعامه. 动物园表示讲，因为食物欠缺，动物园内底会使一礼拜干会当食1顿，而且是食泡水鸡胖。现时因拢剩甲剩一半重尔。互人忧心的是，有一只师母拄啊生囝，师母啉水无够，师仔囝随时就会来咬死。加沙战火继续滚加。 有路无厝的民众愈来愈多，因自身难保，国家是无法度去保护动物的性命。真侪走来加沙南部拉法这搭难民营的人，简单会当住伫简单的营场内底，佮还佫关囡仔无法度去校。咱的欢喜过年的时阵，因的新希望煞卑微甲真可怜。 عام 24 انه انا ما اموتش لا في حمام ولا في اكل ولا في شرب الطفوله راحت وان شاء الله يعني بتمنى انا ب 2024 اني بساعة واحد احلم اني اكون بحلم اصحى ببيتي بواحد اصحى ببيتي تخلص الحرب تكون تخلص الحرب 不过目前战争也毋知第时才会结束，加沙囡仔敢会当毋望大人，莫阁抬来抬去，早一日互因摆脱困难。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咱的国军搁再逼出间谍案路，有空军雷达站的官兵，真有可能是欠地下钱庄钱无在调行，涉嫌偷摕这部队的机密资料去配合中国。国防部也证实讲，有间谍透过台湾的地下钱庄，涉嫌伫台湾发展组织。 桥头地检署依照国安法侦办，抓到3名官兵甲地下钱庄的人员，法院裁定3人交保，1人请回。国军搁再逼出强谍案，有空军雷达站的官兵，若像甲地下钱庄借钱，却行袂出来，涉嫌偷卖防空雷达的机密予中国。国防部初日证实，有接到官兵检举，查到咱国民众透过地下钱庄，涉嫌伫台湾发展组织。目前专案进入司法的程序，桥头地检署依国安法侦办。 逮捕3个官兵，也有地下钱庄的人，法院裁定3个交保，1个请回。近期侦破的共谍案大部分都是由官兵主动检举所侦破，那么凸显了国军反情报教育它所发挥的功效。也拿出代志的雷达站，若像伫南部，不过国防部是真低调无证实，因为雷达站收集中国的战机，也有飞弹的动态，这个证据若是泄露去中国，恐惊造成咱国空防的大问题。 专家警告，中国军方掌握雷达站的位置，会当采取无共攻击的措施，可能让国军袂负应用。把你的这些
短板找出来，植入病毒、电脑病毒，你是不是就被他中共所导入？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认为不要去完全排除，因为这是资讯战的一环。第二个就是印杀，打仗的时候，你这所有雷达站的短板。哪个是真的雷达，哪个是假的雷达？机动雷达会在什么地方？会在哪个预备重地？在哪个野战阵地？最近直接传出强谍案，国军的布防措施敢是出问题？张院长认为讲需要强化军人的武力，甲信防教育，嘛讲军事涉密，大部分拢判伤轻。根据统计，兵役敢若判年半尔。本席希望能从重量刑，严拟法在修严，达到吓阻的作用。判刑太轻的话，大家就觉得。反正几年就出来了，这个我是觉得有点太轻了。国防部怀疑背后有强大的组织在操控。张院长认为讲，国军需要整顿内部，把鸟鼠仔找出来。那这个立委嘛有共识，强大的刑期爱加重量刑，才会当阻挡中共把手伸入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进前是咱台湾职棒投手张志佳，今仔来传出讲，伫咧中国过往的消息。杀行李将职棒投手张志佳的妈妈甲姐姐下晡到通机场，准备直飞深圳。电话指讲，中国的朋友前一暝已经把小弟送去殡仪馆，因到位了后会先办死亡证明，再赶去殡仪馆见小弟。姐姐是讲张志佳虽然有头疼的镜头，毋过检查了后无问题。跨年时阵甲家后死讯的时阵嘛无各样。他过世的前一天，就是跨年夜那一天，也跟他视讯了。40-50分钟，隔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再传讯息给他，就都没有回应了。所以目前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正确的死亡时间是什么时候。昨晚去深圳，张志佳的妈妈伫机场无接受访问，中昼伊伫台中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甲喉甜，表达真想要见后生最后一面。张志佳荷兰俄罗斯天才型的选手，2001年入选世界杯中华队代表，开始出名。决赛时阵先发，弯投完封日本队，佫靠陈金峰双击炮打败日本队。听到将队友雄雄死亡的消息，拄接任富邦悍将的总教练陈金峰讲，实在真唔甘。确实离开了，会让人觉得怎么样？难过吧？对啊，觉得还那么年轻这样子。张志佳一生起起落落，伫国际赛出名了后，过当年加盟日本职棒西武赛队，一直到2006年，互人释出，再转来台湾加入中华职棒蓝鸟舰队。不过过当年，就因为牵涉到职棒签缴案，互舰队开除，永远无要录用。尾也阁做过替棒间的学徒这工作，一直到最近，伫做高尔夫球的教练，妻子传出死亡的消息，也互较早的教练林华伟感觉真意外。非常遗憾啦，那也非常的可惜。那他确实是任何方面呢都有天赋啦，所以特别是在运动上面。确实的状况也由大家受到中国了后进一步掌握。73岁张志佳，较早是天才球星，即马伫面册早就换做一张一张讲球的相片。伊死亡的消息，互球迷想到较早真得意的款，想到伊起起落落的人生，除了唔甘，嘛互人真怀念。记者综合报道。国内顶礼拜新冠疫情的本土病例加死亡人数搁在增悬，也因为过年期间民众出入，疾管署明仔载开始会伫咧桃园机场4个所在分予每一个人快筛试剂，民众若准有症状，就要赶紧做体检。国内新冠疫情搁再升温，顶礼拜国内新增加360个新冠本土确定病例，创下4个月的新高。本土检出病毒株以 EG.5较济，国内是 JN.1，也甲 XBB.1.9.1，死亡数增加38例，嘛创下10礼拜的新高。因应疫情，春节出入境人济，1月初3开始，通机场会定点定时发放新冠快筛。桃园国际机场的1、2航厦的接机大厅、出境大厅总共有4个据点，会开始定点定时的来提供这个我们公费的新冠快筛试剂那每天是从7点到晚上的10点半，那每一个人呢是可以领1盒。疾管署表示，国内最近新冠疫情升悬，伫并发症内底65岁以上的长辈占78%，死亡个案65岁以上占90%。本土通报确诊并发症也加死亡病例，无注新冠 XBB 疫苗拢占99%。除了新冠疫情升温以外，顶礼拜问急诊类流感就医的人数是109394人，
有持续升悬的趋势，嘛新增加4例死亡，上少年的个案是40多岁的男性。流感的死亡个案的话，本身是没有施打本剂的流感疫苗的。那他的话，就是在住院大约1个月之后的时候过世。疾管署表示，流感高峰会伫春节前后流行，目前也是以 A 型流感较侪。农历春节过了后，才会 B 型流感比 A 型流感较侪。若是新冠可能出现上高峰，头一届会伫1月中，所来因为春节人阵行大，也有定节的活动，会出现另外一届高峰，建议民众爱赶紧注 XBB 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大选特别到这3党的总统候选人讲真侪数据甲资料，这资料敢是正确的，或者是对家己较有利的呢？台湾事实查核中心伫这场选举当中，有结合专家、学者、记者，针对一寡政治人物所讲过话，甲引用的资料进行事实调查，发现3党的总统候选人有关会经对家己较有利的部分去讲。指控指数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政见发表会甲辩论会拢已经结束。辩论会的议题百款，为着要防止不实的消息影响选举，嘛要互民众了解这政治人物讲的话敢是真实的。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结合专家学者和记者，针对候选人引用的资料去进行事实调查，发现3党的总统候选人也是会经对家己较有利的部分去讲尔。是凭空去捏造的，拢。较无即款的情形，毋过伊就是讲片面事实吼，是部分是真的，毋过伊就是讲较碰风对家己较有利吼，迄是定定有即款的情形啦。诚实的政治文化是无简单啦吼，毋过因为阮有伫遮咧顾啦吼，大家就会较小心淡薄安尼。民主国家的选举大大牵涉到未来发展。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因为设立选举专区，除了针对辩论会有种查核，今年选战期间，有针对候选人的政见和言论刊出调查报告，伫咧网络拢看得到。目前虽然民众对这个查核报告也无啥知影，不过拢有正面的肯定。基本上就看各个不同立场的频道再去看一下这样子。我觉得有多方的这种平台当然都是有帮助，但我觉得就这个平台提供的真实性，还是必须得去了解一下。一般有的内容无完全是讲拢是正确啦，但是有经过查实以后，过来互大家知影内容的真实面吼，安尼是较好啦。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表示，虽然会阁甲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会的查核报告藏起来，提供的报告嘛愿意接受全面的检视和挑战。因毋望讲透过这内容培养公民社会事实调查意识，同齐来监督候选人和台湾的政治文化会当愈来愈好。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有统计来显示，台湾2018年到2020年，台湾青少年自杀死亡的人数有变多。不过去讨救兵找专业人士斗相共的人却是真少。学生团体和心理师等专业团体，呼吁总统候选人就要重视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没有心理健康就称不上真正的健康，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一句话点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为着让老师更加侪支持，各地方政府为2020年开始配合教师法，针对高中以下的教师提供亲像个人咨商、团体咨商等支持服务。今年教育部补助地方政府的上限为去年的650万提高到6000万，扩大能量服务有各款压力的老师，包括工作适应、辅导与管教学生经验、亲师沟通、生涯规划、压力调试、人际关系、情绪管理等服务。其实我感觉辅导系统是上后壁，伊是上后壁的物件哦。迄个源头伫对，即个物件是教育部爱去了解。专科总理事长侯俊良本身也是国校的老师，伊认为咨商确实通减轻压力，但是也建议爱设立制度，协助亲师之间的沟通。校园幸福，一起守护。唔但老师、学生也同款有压力。学生团体指出，台湾2018年到2020年的青少年自杀人数有咧提悬，但是只有1成要向专业的辅导人员寻求帮助。因要求爱公布相关的数据，赶紧完成学生辅导法的修法，推动心理假、课纲甲师资的培训也应该爱调整。辅导原理跟实务应该要纳入师资培育的必修课程，应该要把情绪教育以及自我觉察的概念纳入下一波118课纲修订的这个总纲。
学生团体又是认为，加强校园的社会安全网是真重要。另外，因为台湾升学比率悬，学生踮伫学校的时间较长，学校就照做提供学生帮助真好的管道。望政府通发现台湾学生的心理问题，而且解决问题。记者会也有来自民进党、国民党加民众党的立委加立委候选人到场支持。记者郭文亮、随林玉凯台北报道。高雄的高湾科技大学因为有台港集团半年来投资8到5亿的经费，也正做教育部专案辅导学校，搁再恢复招生的头一日。即马学校已经用教育部申请，后个月要改名做台港科技大学，未来也会转型做企业型的大学。教室内底，学生伫台顶报告作业。高湾科技大学目前大约有1200位的学生，学校运作正常。自就台港集团去年6月陆续投入5亿的资金，帮助校务恢复正常。调整了后，今年开始学校甘拿起的科系，连学生家己嘛有感觉，有企业投入资金，对学生来讲真有帮助。我即马是电机的，所以有这台港有内底有这个电机的公司。后嘛有像其他科系嘛有就侪相关的会当对接，所以以后就业部分会有就侪管道。受到小件化冲击，这几档真侪私立学校退场。高湾科大好佳在有台湾钢铁集团提供资金，高湾科大嘛加做教育部专任辅导学校，搁再恢复招生的头例。目前教育部已经通过学校改名案，高湾科大伫2月初1会正式改做台港科技大学。未来台湾钢铁集团，阮和这间学校7个科系拢甲集团的企业拢有对接，就是讲，这个系学生有啥物企业有甲因合作，我拢对接啦。后续如获通过，该校将自112学年度第2学期，也就是113年2月1日起，更名为台港科技大学。高湾科大校地真宽，总共11公顷，学校嘛按算免将大楼随互台港的球队。学校表示，未来转型做企业型的大学，替企业培育人才，保障学生毕业就会当就业。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准备要伫咧高雄设 AI 甲半导体学院，培养在地硕士甲博士。高雄市政府要提供联谈会馆，也佫有公务能力发展中心，互因做校区，按算明年要开始招生。阳明交大高雄分部正式启动。经过1个月协调，总算确定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要伫高雄设置分部，由校长带领3名副校长等干部共同来到高雄宣布。能够很快速的去扩散人才产出的量能，所以这个的确是很大挑战。不过我们有大概2、3年的经验，我们心里大概知道要怎么做，我们会努力往前走。我们在南部地区还是会比较从应用端来着手。学校表示，初步计划是以修硕士还有博士为主。大学部敢要设立搁来研究，校地由高雄市政府提供现有的联谈会馆、公务人员发展中心做校址。市府表示，台湾 AI 半导体人才以台大、清大、阳明交大、北科大等学校拢是北部较侪，希望高雄分部设立会当留伫南部的人才，卖当带领南部的产业发展。选定我们现在的联谈会馆以及人力训练中心的这个部分哈，那离高铁站大概有1.7公里，开车大概3分钟就到了。过去我们做的产业的思维都是显性的价值在发展。但是面对未来更有价值的，应该是隐性的，就是 IP。微笑曲线最左边的一些 IP 呢，是最有价值的，本身就是一个产品。市府表示，阳明交大高雄分部预计明年开始招生，相关的课程细节各个单位拢在同步策当中，这嘛代表开幕将近20档。2005年由台湾首府大学以 ROT 方式委托经营管理营运的联谈会馆，上班伫年底进程就会行入历史。记者王刘婷、陈天坤、柯正俊各报道。台南市政府针对这停车收费管理宣布新制度，若是停伫咧路边的停车机啊，收费时间本地是透早8点到暗时10点，今年开始缩短2点钟，收到暗时8点。不过中西区和北区拢总有5条路，这收费时段无改变，民众也骂讲无统一是乱撒撒。
伫写来台南观光地区游玩真歹停车，实在去喊路规排停车格停甲满。台南市政府宣布，今年停车有新制度，大部分路边停车甲临港开单的路外停车场，收费时间改做透早8点到暗时8点，平原本缩短2点钟。不过中西区、北区部分路段游玩维持无改变，引起民众看法不同。时间缩短就好要让全台南市就是时间一致会比较好一点，不会让大家不撒撒。就讲下暗8点，我感觉会当带动暗时的观光，因为暗时往安平较无人会来。咱整个37区其实拢是咱大家足介意来的所在，所以我希望讲同款的收费标准，所以不一定是观光的所在，才有无同的收费方式。交通局讲，台南市公有停车场收费时段毋捌调整过，这个因经过分析各时段停车格使用率，也参考其他国度的做法，特别才决定部分路段收费缩短2点钟，这嘛造成一个城市2种制度。交通局表示，最后是考虑到停车格短细需求，未来个评估做调整。收费到10点的这5条路段吼，伊伫暗时8点到10点吼，这2点钟的时间吼，伊的使用率游玩维持伫90%以上。哦，就是讲代表这个路段伊的使用率是较悬的，需要透过继续的收费吼，来当然吼。咱这个停车格来有机会来登记，有较侪民众会当来停到车。同款是今年的新制度叫脚踏车，市府促销前半点钟免费优待，今年改杀用市民卡来租骑，920全时段半价。那电动的每半点钟有10块优待，民众得加注意今年的新政策。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彰化溪州的赤鸭鼻圳是台湾第一条干涉的水圳，也是农业的重要水源。较早这水圳边啊有囡仔耍水、人洗衫，也有牛运水画面，即马是看无啊。啊那在地文化协会也透过办展览，希望找找这赤鸭鼻圳因过景致，也有故事。这幅图上细甲看，溪底有水牛来浸水，步岸边拢是水田。赤鸭鼻圳产业文化协会举办赤鸭鼻记忆展览。用2个多月的时间调查，访问在地农民，重现早前赤鸭鼻圳的景色。当时啊，其实日本来的时候，农业台湾其实家家户户都在养牛，然后到了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水牛都会到这个水圳里休息，所以沿途整条水圳都是牛。溪州是落水溪冲积出来沙洲，本地无适合种植。伫8月当前，先民为溪州乡大庄川引水，设头一条关设的水圳赤鸭鼻圳，溪州才开始发展起来。过去先民也用落水高土起厝造桥，所以主办单位嘛参各校合作，要带小朋友进北家乡这条重要的水圳。阮带小朋友去赤鸭鼻圳行行，去堤防遐行行，因就看到讲，为虾米遐有炮台？啊，为虾米？水圳内底有粪扫，因看到就是即马赤鸭鼻圳的样貌。主办单位表示，赤鸭鼻圳这100多年来有真侪变化。这届展览有老农民的故事，学生参在地青年的创作，希望透过展出，有更较侪人做伙来关心农村的发展历史，了解土地发生的故事。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台湾作家陈韵如最近有出版一本《幼囡仔100个台语字》，提供英语、日语、德语、西班牙语等8种不同款语言的对照，咱做伙来看卖。水蜜桃，有够厉害，你个桃啊，忘掉，赞！手指绘本的台语字卡，小朋友大声念出，这是啥物规矩？这本是世界第一本互幼囡仔认白台语字，佮有多个语言绘本。这只以台语为主体，佮掺其他7种语言，包括日语、德语、西班牙语等等，互爸母会当为囡仔细汉就开始教因讲这生活思类。因为咱囡仔若袂晓讲母语咱的台语会消失去，所以我感觉自细汉就爱教囡仔讲台语，安尼咱囡仔较会晓讲台语。如果阮无家己教伊讲台语，也是讲客语的话，其实以后等伊大汉，愈大汉伊就愈袂晓讲，愈袂晓讲伊就可能对阮家己大的所在入捌的愈少。这只陈韵如是高雄人，伊过去英国，伫国外积极推广台语文。过去伊有出过2本英语甲白话字的绘本，讲2位为英国来台湾贡献无孙娘。即马针对幼囡仔出这本台语绘本，内底有语音的朗读、古水红爱多样，写小朋友的注意，互因好捌字。台语就是做主体，
安尼，就是要互大家爸爸妈妈了解，其实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咱本身就真国际化，所以讲，鼓励大家爸爸妈妈对即马开始就爱教囡仔讲台语，讲母语。台语互联合国评定是强要消失语嘅第3级，嘛是有重大危险的消息。但文如是认为，台湾教育爱为囡仔细汉就开始，毋忘绘本的创作，用轻松趣味的方式将台语定根。记者钟义辉、邱朝阳高雄报道。迪士尼正出名的角色米奇上早期的版本保护期限已经到期，对今年开始就无版权限制咯。不过，敢若限定这第一代出版黑白的米奇，其他版本也是有版权保护。迪士尼全世界第一出有声的动画片《气船威利号》，和古锥的米老鼠米奇，在1928年第一遍登场了就红遍全世界。295年了。这个第一代初版米奇的版权已经到期，2024年正式进入到公共财，也就是所有人拢唔免付钱就使用初版米奇这个角色。I kind of feel like the pipe on the steamboat, like expelling smoke. It's so exciting that it's finally here. 不过价值几60亿美金，穿着红裤无同版本的彩色的米奇，就以各类版权保护。目前民众会当使用的米奇，只有黑白片船长这个特定版本。其实气船威利号的版权本来应该伫咧1984年到期，不过迪士尼长期大力的游说，和国会几多遍批准版权延长，和初版的米奇版权延长到95年。People got so excited. They were like, wait, The Great Gatsby? Wait, finally the last of the Sherlock Holmes stories? Wait, Winnie the Pooh? And so I've been feeling a crescendo of excitement over the last 4 years. 根据1988年重新通过美国版权法。大部分的作品会伫咧发布95年了变做公共财，伫最近有真侪经典的文学真侪公共财，就带动改编的热潮。就像小熊维尼也比米奇早一步真侪公共财，甚至伫去年被改编真侪恐怖电影。迪士尼强调会努力经营迪士尼标志性的角色，袂互消费者感觉困扰。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兰到新竹对16度到17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19度，预估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